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新期戏曲广播会600期回顾展播，艺术家风采篇之5，新期戏曲广播会第104期，越剧徐王展览演唱。这是1986年8月的实况录音剪辑。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创造的徐派唱腔，高亢洒脱，奔放流畅。她的表演感情充沛，俊逸潇洒。王文娟老师创造的王派唱腔平易质朴，清纯味浓。他的表演文武兼备，刻画人物绘声绘色。几十年来，俩人搭档演出，珠联璧合，在戏迷朋友心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在这台演唱会中，我们可以尽情地欣赏徐玉兰、王文娟越剧流派演唱艺术的风采。参加演出的除了徐玉兰、王文娟之外，还有本市以及江浙两省的徐王流派部分优秀传人，可谓师生同台，精华荟萃。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你们好！现在我们是在人民大舞台直接向你们播送星期戏曲广播会第104期的演出实况。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今天人民大舞台盛况空前，剧场里已经坐满了面带笑容的观众。大家已经从报纸上得到了消息，有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王文娟领衔组建的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被列为上海市文化局体制改革试点团。为了表达他们演出出人出戏、繁荣艺术的改革目的，征求广大观众对改革工作的意见，他们特地组织了这次徐王越剧流派展览演出。现在我们的演员已经做好了演出的准备了。参加今天演出的除了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和红楼剧团的中年演员孟丽英、张月芳、汪秀月以外，还有本市以及江浙两省的徐王流派部分优秀传人，徐池平、钱慧丽、王志平、翁丽英、周小芬、徐彩燕，师生同台，精华荟萃，真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徐王流派演唱盛会。听众朋友们，大家都知道，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在近50年的艺术实践当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栩栩如生、动人心弦的艺术形象，在广大观众当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表演感情充沛，俊逸潇洒，传神逼真，富有魅力。他的唱腔高亢洒脱，奔放流畅，刚柔交融，声情并茂，成为独树一帜蜚声越剧艺坛的徐派创始人，为越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1948年开始和徐玉兰搭档演出，30多年来，他们俩和睦相处，亲密合作，可谓珠联璧合，成为越剧舞台上不可多得的一对舞台姐妹。现在，徐王流派展览演出的第1台节目现在正式开始。演出的第一个剧目是《追鱼》选场。越剧《追鱼》是红楼剧团的保留剧目，曾经拍成电影，在全国各地放映。徐玉兰、王文娟的精湛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我们演出其中的关灯分别一场。张真由徐玉兰的学生，温州越剧团的优秀青年演员周小芬扮演。李玉京呢，由王文娟的学生徐彩燕扮演。下面请各位欣赏。
不是
们，越剧《北帝王》是红楼剧团的又一个保留剧目，其中的沙宫和哭祖庙呢，作为越剧的传统折子戏，已经广泛的流传了。今天我们先演唱沙宫。今天呢，由徐玉兰的学生，德清越剧团的主要演员翁丽英扮演北帝王刘晨，由王文娟的学生，也是德清越剧团的主要演员王艺娟扮演崔氏。翁丽英呢，她的表演富有激情，唱腔高亢有力，在1980年浙江省青年演员汇演中荣获演员1等奖，并获得浙江省最佳青年演员的光荣称号。观众同志们，应邀参加今天晚上演出的还有打虎山路小学的一个小学生，他叫张怡，他将扮演刘晨的儿子颜良。他那天真活泼的表演，清脆悦耳的演唱，想必会给观众带来一些艺术情趣。下面请听沙宫。
王为他子立法，这种种子将他红尘公门。
北方监国叛兵，只怕在吴王为有所不理吧。殿下，你只要领兵将成都为止，也必哪管在内无王朝。来，有。替我拜见。很好。殿下，我替你确定封王监国三子，下官愿追随左右，万死不辞。殿下，我必须封王监国三子，你们殿下。为此地不能再在住留，一起打破现实。佛公一时无法，本家谁亡，死当报事成就。
演出越剧北帝王的另一个选场哭祖庙。作为越剧的传统折子戏，这个传场呢已经广泛的流传了。今天由徐玉兰的学生德清越剧团的主要演员汪丽英扮演北帝王刘晨。
人啊，一出师为人民啊重，你的才子把兵统，为国一干难容啊！也
是徐玉兰、王文娟通力合作的又一个艺术精品。这个戏的演出呢，为促进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增强中朝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今天演出其中的《爱歌》一场，剧中李梦龙由徐玉兰的学生，诸暨越剧团的主要演员钱慧丽扮演。谢谢各位。春香呢，由王文娟的学生，舟山越剧团的主要演员王志平扮演。钱慧丽曾经获得1982年浙江省优秀小百花奖，1985年浙江省创作剧目汇报演出演员1等奖，1984年江浙沪越剧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2等奖。她扮相俊美，音色悦耳。她学徐派唱腔学得比较到家，在上海的越剧观众中有一定的影响。王志平今年22岁，扮相很像他的老师王文娟。他在演唱方法上也很下功夫，表演已经出具了王派的风格。在1985年浙江省创作剧目汇报演出当中，他荣获了演员1等奖。下面请各位欣赏。
是啊，说起老鹰，他可是问我要文章，我心里的话就把你下的文章交了上去。哎呀，我岂是忘了事？当时我也以为忘了事，谁知母亲看了文章以后，连连点头，称赞不息，就是说，文章倒做得不错，可是儿情太重要一些啦。哎呀，好心啊！你怎么把你月下的文章取什么文字，拿去给贻笑大方？贻笑大方？贻笑大方的文章在这里呢。什么好文章？哀歌一首，哀歌。
听众朋友，沉香扇是越剧传统剧目，其中的书房会议场是王文娟经常演出的优秀折子戏。剧中的蔡兰英、徐文秀和陆朝龙分别由红楼剧团3位著名中年演员张月芳、汪秀月、许艺云扮演。张月芳是王文娟的学生，她扮相健美质朴，音色明亮纯真。近年来先后扮演过杨开慧、瑞珏、燕燕、孟丽君、苏小妹、瑞云、胡杨公主等角色，显露了她的艺术才华。汪秀月是徐艺兰的学生，她扮相端庄大方，唱腔奔放流畅。近年来先后在越剧《孟丽君》《西园记》《惠梅》《红楼梦》《皇帝与村姑》《花园曲》中担任主要角色，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许艺云是吴小楼的学生，她音色宽厚洪亮，表演分寸得当，是当前越剧舞台上有一定影响的中年老生演员。下面请各位欣赏他们的演出。
到开封的人啊？表弟到开封的人呐？我嘛到湖南找亲戚。呀！越发的巧去了啊！于是我也到湖南找亲去呀。请问表兄，你找的是哪一家岳母是谁呀？请问表弟，你找的是哪一家岳母又是谁呀？比起我那岳母，那是大大的有名啊！我的岳母也不他呀。你的岳母叫什么做什么？表弟叫什么名字
本人岂有此理？表弟。费了多少心啊！这个嘛，啊，你不是，那我到河南找亲去。表弟，
去死！你去死！你死我好去悲天地。叫你实在我心里，我心思欲望别忘记。今日我帮宋姐弟，何人说你做娇妻？他小姐待我有情意，只共3世两对。小姐比我绝不嫁，本性非他不娶妻，生人之为你不愿，你莫会不认你我妻。生人之美不愿意，你说你是比你长。
成了苦力。哦，你是怎样到绝户家中来的呀？冤家。
喜在2天，英明铁士金甲面具喜在3夜，有此3才。哎呀，是万事无生哦。舅啊，身为小姐，有情在先，岳母虚情在后，喜才可4分。这婚姻也有父母做主，希望他收拾庭情，与理不合。哎呀，舅母，这有情啊！舅，常有可原，常有可原呐。那大人不必论女必生女子，生女子年人其难，并非是故意戏弄大人，这是何才之有啊？那大人虽算旧有死去，可是他女子般诺，终所欲归嘛。哎呀，姐夫，好，可以再见一次，再见可以再见一次啊！这女的金家，至于女的金钱，乃是他义父逼他有事，况且他善于故人，才能得中，有此而因，也可免请圣君开恩呐。是啊，这女子胆量过成，才华盖世，情深似意，倒也是难能可贵呀。才要人才嘛，这谁在他手？哎呀，万亲姐，我什么在寂寞呀？呀！你们讲了半天，你岳母到底是谁？那他人又是何人？你要与我讲得明明白白，待我辜负面孔，你在同殿为证，花足无事，也必可知啊！哎呀，舅啊，我那岳母嘛，你也认得的呀？哦，我认识啊。那大人你也知晓啊？我也知道。既然我那妻子便可真相大怕，那你妻子现在哪里？言财不中，叫他前来见我。大姐，弟弟救命！你想什么样子？你兄弟2人莫非疯了不成？弟弟是我用儿面病，我就是查兰英，查天表，就是我的父你就是查兰英。我就是查兰英。情意深，你父
朋友，越剧《鸳鸯剑》是徐玉兰、王文娟早年演出的优秀剧目。今天我们演出其中的批牌一场，有徐玉兰的学生南汇越剧团的主要演员徐持平扮演杜光远。谢谢。徐持平的表演朴实真挚，唱腔高亢清亮，为广大观众熟悉和喜爱。红楼剧团优秀的中年老旦演员赵秀英以及徐英、周素英、吴雅芳配合他演出，下面请欣赏。你
大雄，光远狼狈，所谓家老虎一太多，才有瓦中，我落在身旁。皇帝才变为奴婢。祖宗啊，祖宗！想不到帝王之母踏明朝帝，与公之人，自身不孝，冤屈了你。他为不月光人学徒，西主一事，皇上万事不放心，良子很多人，出名良子天心啊不，他在重阳去南天啊，听说古怪很来的，来抢什么？为娘为家弄点东西进你钱，命苦啊！你不是你谁我
和观众朋友们，《皇帝与村姑》中的第4场陆贞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个剧目，由红楼剧团的名誉团长齐玉兰领衔演出。好，谢谢各位。这是红楼剧团去年演出的新剧目。不久前呢，在赴厦门、汕头、深圳、广州等地演出的时候，受到了当地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剧中贾玉萍由红楼剧团著名中年演员孟丽英扮演。
我的救命恩人，救之贵呀！哦，万岁，我有啊，有啊，神圣的方啊！我是怕万岁要愤怒啊！你的国王的救命恩人，今天这个出马寡人，出战国王绝不怪成你呀！是话当真？永不息言呐！啊，万岁，你当我是谁呀？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啊！不，万岁，我并非是张你又来了，我早已知道了。想当年你是假不为民，故而将你以此为凭，高唱大计。啊，万岁，小女子这才是没有救家之恩，也有欺君之罪呀！恩人，你今天是不是多喝了几杯酒，将其酒话来了啊？啊，万岁，我并不酒醉，那是的，满口醉话，万事不醉呀！哎呀，万岁，我并非是张不来，乃是冒名顶替假热评。你不对呀！万岁，我并非是张不来，乃是冒名顶替假热评啊！蒋玉平，万岁！长江心中他不来，只为男人；丈夫来娘与中心的神针。弟弟为把王恩领，逼我冒名上京城。我以为你是个有道明君，看原来也是个糊涂昏君。糊涂什么？昏在哪里？不是皇明那位父母相比，岂能不容？进宫明君可谓是心小，你这隆恩身为关东，偷了真心可谓是心重。种下小女子忠孝良心，后世自有啊！万岁呀万岁！倘若小女子进得宫来，不讲真情，你也分不出真假。事前讲了真情，反要问斩。万岁，君喜宴，请万岁三思。万岁，
红楼剧团徐王流派展览演出第一台节目就播送到这儿，是由魏兰主持的。亲爱的听众，这次节目播送完了。